问技电技术就因呢来到这个做 A 为多出以来呢，一年呢岁月就是互了了这个新事呢新秀在这里面迄个合法就对啦所以呢，这个六组呢，伊讲逆从用看来应是制作但是呢，这个执行者尾也讲毋是啦，这个六组者何必不是呢？而且讲对伊只对来讲，未讲呢，若无讲呢就是啦，但是呢，讲了呢就毋是啊所以这个六组呢，才讲逆之若非是市场，是讲你。医生会来咧教到了这个学校啦即马这个执行伊才咧比外啦讲呢，亲像在室内时常呢，告诉大家呢，爱重新反省啦，用做呢本末啦。当然伊这就是讲会给这些人呢，就是呢爱。主心关心他人，警责他人，那么咱来了解，伊要他人，伊就是厝内底心会当清清但是心会当清清的时呢，才会当呢达到着迄个心情才会当达到着伊个自性呢会当清净那么这是过他咧修炼的一种的这个方法就对所以这个两个讲，伊正对来讲，自心关心是并非常啊，相得其心，以利合也。那么，因为呢，咱知讲打成竞争呢，要厝内就是要当清净，毋是真正咱把别个救起。在咱心里的这个当中呢，为嘛是原来想，咱若是想过去安尼，在练习的时，在静中求静。非常的容易啦，但是咱练做时的这个修，这个方法呢，就是在家修。这时呢，多半是这样做，惯的这当中，当然，你要说咱的心达到了心会当清净，毋是遐容易啦。讲一个进来，咱无起心动念，这是非常深的这个境界，毋是咱在家修，而且呢，只卖我头在做法，这是我爱感觉对啦。因为咧修，像这个大组咧修行的先是遁入苦门，遁入打成净则。当然，打成净则里面对心会当清净。这是算讲这是亲像来说个修行的一个讲这个讲修的这个过程，讲修的过程。所以咧，大组只讲自心关心是并非常，当然。你若讲打成净则，你的心静来是真好，但是呢，你讲而家相则无心，定然静了打成净则，对你的身躯较有益处，无益处，因为只是话你的心会当清净而啦。但是进来后呢，你完全是起心动念，迄个念头就起了着，无可能断掉着你的这个。你的这信念就对所以大作讲自心关心是非常，因为咱伫前面咱就看讲，今年的社会时代，毋是呢讲而家咧就是咧是，因为治疗师长就是讲咧受伤，就是对镜头的是咱心是无法起了这个信念无法去，但是迄个镜头呢，咱讲镜头的。这个书记呢，这不哩，咱达到一个成绩，哪里就是咧成绩。所以咧，大家是讲叫迄个目标呢，就是变成讲而家，定定而家在前到前面，那安尼呢，迄就是呢，真正是实现对所以现在讲现在呢，是不光个人呢，或者一股差不多合力主方。合理的方法。那么讲咱的这个生来时呢，咱是这无倒啦，但死了咧一定拢倒啦，
咱写的这个套路，为什么而家跟这仙姑越来越方便呢？但是咱们过去咱人的这个大名，就是呢，这个四肢百骸，这个个体单的练习。那么呢，对这个所爱心的咱练习的这个功能，对不起，对咱这个仙姑呢很重要。所以这个咱咱呢主线是手的对，咱的仙姑只是简单运用的，差不多咧，从血性上长嘛，咧食饱，当，这个用的，咱若是时间到咧，咱这咱讲咱仙姑呢，就是呢，我四大家是食大大，饲了慢来的，所以你讲讲咱的仙姑呢，下功夫呢，那有咧得贵，所以呢，之前呢，这样个咧我啦。伊讲嘛，地质在新秀大师迄个所在呢，学到高明啊，也呢得到启蒙啊，基本科学一说地卫生伊讲呢，这个知识讲呢，伊伫迄个新秀大师迄个所在呢，学到已经有高明啊，但是呢，伊呢，拢无启了解这个心性的这个，无启了解心性，启了解卫生，所以呢。而且呢，迄个人讲呢，开始呢，伊袂知影讲即个重要的迄个卫生、卫生关心，的迄个重要处，重要处的对。所以讲地主先世时代，何相代志定为教师，因为过去呢，即个是在是修行，因为拢时常咧讲，所以为什么伊修行？伊就是了解着生死大事。咱每个人拢了解，这个这个世间水做人是啥物思想大？趁钱的思想大嘛？咱即摆大家就是讲趁钱的思想，其实就是生甲死的思想大。但是咱往往呢，拢是忘本求源，忘本求源啦。安尼讲呢，咱若是知影讲对了生死代志，咱有认同，哪里咱心中慢慢有，到爸爸来，爸爸就是安尼啊，因为爸爸怎啊？这生死代志知影重要，但是呢，还要放下。伊讲无后天，也无先天啊，后天无奈。但是咱过去的修行，而且呢，过去修咱是对人好门，还是去庙寺去求人苦痛、苦修苦练，因为过去是查某呢是迄个下凡有些查某的下凡人啊，对人苦门，伊无即个家庭的这个概念，咱讲出了家就了家嘛。所以呢，因专心为了生死代志，咧拍拼，但是咱即摆呢，知影是那个知影讲生死代志，这个了小可有对，但是呢，也无法度咧全线啊，咱那个办理了，对不对？那个有一个挂的对，那个有一个股票谈的这样，咱无法度咧全线，讲到当下呢，当然这两个。先天因为咱若无后天，一定先天嘛。咱是上可以讲讲在面时呢迄个，咱去怪去迄个，咱的过失啊，毋是咱即摆是爱靠自己所以才讲生死代志啦，好相代志，皆教师。所以呢，即摆这人做啥讲我问意思，教师头前。界定为法，理性秘书所界定为天上之何人，以魔所看。所以这人做啥讲？我的先生大师呢，迄个教士道德呢，伊这个学校呢，了这个道界定为快乐。知影呢？伊咧讲是讲是，介绍个演变上天啊，你讲话听看嘛对啦，那么这之前呢，但是伊之前呢，伊就讲啊，讲事情但是呢，讲呢诸公佛祖名以待啦，诸仙红颜名以为啊，诸界依应啦，必受必传无处。
迄个是家对啦。那么呢，诸仙红莲因为就是讲呢，爱做善事，咱讲诸佛菩萨众仙红莲啦，红莲对，那就是咱地位啦，咱就是地位啦，自称以名为典，咱个意念会当好清清楚楚，咱意念会当清清，迄就是定啦，咱有迄个定力就对啦，这个呢，所以呢，这个之前正好就是安尼啦，我唔知影迄个大师以何来教导迄个教导互学就对啦。那么这人做啥讲？我连有法义即方面啊，但是方解法。假名三个啦，如你所说解决的是不可思议啦，我所见解决的有别啦，所以这个人做伊就讲，我言有法义，若讲我有啥物，我有啥物发要互人呢？迄是无影，但是我是解伊有啥物疑问，我答随方解答，解决了这个疑问一字就对啦。名为三昧啦，就像迄个新秀大师所讲的解决，实在是不可思议，是非常的这个好啦，但是呢，我所见的、所讲的这解决呢，又搁无相像啦，之前正讲啦，讲解决只合一种，如何有变的？解决为了解决了一种尔，它搁无相像就对啦，所以呢，我讲讲。解决为接大善人，我解决为接最上善人啦。讲师大师，伊所讲的这解决为呢，就是接引的大善人啦。但是呢，所以所讲的这解决为是接引最上善人的，因为呢，无解不同啦，皆有异质啦，逆听魔说依屁同学。所以呢，这个慧能大师讲新秀大师，伊所讲的这解决是接引大善人啊，但是呢，我所讲的解决呢是接引了最上善人，最上善的这个人对，因为呢体悟不同，看法呢有了这个异质啦，所以呢，你会使听看，我讲的是安尼对啦。我所说法不离自性啦，因为我讲的这解决是无离开了咱的自性的对，而且但是离开了咱这个自性体，迄讲法呢，迄就是灵相的对，迄就是相说啦，自性，迄咱的自性相的啦，无去看着了已有见性的对，因为要伫咧修呢，就是爱先修目的啦，但是见性呢，毋是讲见性是看你家己的误解，你家己的这个体悟有偌济，看到这个所在是有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有见性无，安尼，毋是讲伊讲互你，你就我就好体会着，你若无体会着，伊完全袂当见性着对，咱私底去找咱呢，改从自性起用啦，是真正的解决。咱拢知，一切办法就是咱自性起用啦，迄就是真正这解决法啦，所以了天我之法啦，心地无非自性来，心地无起自性为，心地无来自性定，不增不减自性，金刚心去心来本三来，因为咱知讲真正的解决为。就是讲诶，爱伫咱自性中起用，所以讲心地无非自性诶，咱心地，在咱心中若是无迄个善，无好无歹，那安尼就是已经来自性已经到着迄个大迄个作用了对。那么心地无起自性为，就讲迄个本心。若无了这个无起，无了这个内脉，哪会是咱的自性呢？有了这个地位啦，心地无来自性定，自性定，咱的心地呢，若是
地段资源呢，咱就是到底个支持。那么呢，不仅不减，平时讲咱已经咱有之前达到个概念，咱资源点咱个事情呢，就会产生了迄个方面就无了这个事情所以呢，之前呢，分其他几社来天上一个啦，讲五分繁星，缓和救援，维持处境，台湾不清私隐伊讲五分繁星，虽然这个星色星咱的这大黑的这色星呢，就是五分的这个繁星的点这个五分呢就是色受用，色受想用色啦，所关心的即个这个色星的点缓和救应啦，恢复真就是讲咱来当来讲，反正咱的自然的这个规程呢，缓缓不清所以我们就是讲最主要的就是呢，咱这辛苦就是咱这个家庭最主要就是咱这个规程啦，会当支持会讲反照自然呢，会当到这个概念里啦，因为为什么老师所以在报当中若是有了这个不大，还是不得所在这样可以导啊这个之前，做大家先跟你们做大家开始。所了不是，是我历史
愿上智慧大众，自身完成上帝父母不可，此愿自身完成是病回社上帝心为你何力，听无结怨，心内一切不满，死去恶不济，一夫臭不头，何为同客？志成在台湾，弟子在时代所处，学道9年，不得希望英文高上一说，便体本身弟子生死所在，高上大师，敬为教师师愿，我们念师教师学人界定为愿，为信师念师所界定为形象如何，意望所看，生活受大师说。自我无所应理解，自我自身无方明名为慧，自正意义名为定。秘术如此，微心无相异何法归零？此外，无言有法义言，意为公义，但随风改法，假名卖，如历史所说，界定为是不可思议也。我所见界定为别，志成愿界定为适合一种如何别别。此外，历史界定为接待圣人，我界定为接对上人，我界不同。言如切地切，你听我说，依地道我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相异，相离是指一切万法开上自性体用，是正界定为法，正我结法意愿。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起自性微，心地无乱自性定，自精不灭自金光，心体心内本三昧，成文结，回向2001结法，我闻凡心，凡而究竟。归属今日万万不精，思念无际，同意成愿，历史界定为更小紧地人啊，安尼啊。咱对这个志成提供着新陈代谢呢，伊咧到做体呢，要去听法，所以随用参请福建代书，所以伊呢。就随大家参请了伊迄个祖师，就随大迄个内底人有要学法的人占在咱即个词汇，所以之前我今年就出来礼拜来负责即个代志公司呢。师傅，你是对玉山来应是细做，就是要来头发啦，但是之前
讲啊，毋是呢，因事发或者毋是呢，伊讲哦，讲出来，就毋是啊，所以，咱对即个来讲，即个伊即个自身完整是是非常的上济，有心义理合约，所以即个纯情代书呢，不是呢，但因讲呢讲呢，咱自身的完整呢上济好个。所以，咱即回呢，利用地主呢，用咱呢，带即个新山古洞呢，来上前打造。所以，拄好用着咱即个每一个手用兄弟姊妹，但是，伊所讲的往生来着有死字，我不说。讲咱即个臭鸡肉，因为咱自身也无伫即个假体的时阵呢，等于是一具无价值的物件。哦，因当时啊，死了啊，一礼拜呢，当时2、3日人就随容易死去啊。所以呢，咱对即句咱爱。逐体看，因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即个假体的时阵呢，有即个假体，赶紧呢，会当呢来做咱的这个应该的这条路啊，所以伊呢，逐个讲哦，因为咱这个假体呢，哦。无即个自身的时阵呢，你了咱有即个功课呢，所以呢就无可能。但是呢，无即个假体也佫袂使，所以呢，来即个之前在拜月地主在顺受大师迄个所在呢，已经学到9年，毋知影，原来迄个伊就是讲，会当佫启蒙，无法当启蒙着迄个本身，啊，地主的生死时代，非常大事呢，敬畏教师，所以呢，伊呢，咱老师大公呢，莫问历史教师学有界定明白，为什么历史讲迄个界定形象如何呢？以我所看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人讲，亲像大师讲的呢，自我服作呢，名为界，啊自先奉行名为贵，自正义名为敬，所以伊所讲的呢，自我服作。为界是咱每一个受人兄弟姊妹呢，应该爱去遵守的，因为即个甲即个自身奉行呢，名为呢，伊。讲每一项善事呢，拢爱去做，所以佫自证伊就自证咱即个，咱即个自证的代志种落来的名为定的，所以顺像大师呢，伊所讲的呢。这呢是无达到迄个究竟，所以咱规个大师的大公呢，
找办法呢，爱对这个自行体用的，所以真正的界定规范呢，是身地无非自性大，身地呢，咱的自性呢，爱呢无迄个，达到迄个无非的究竟呢，咱会当讲是假的，所以。我会感觉呢，因为咱呢，何况呢，要达到讲迄个无为呢，那是足困难，但是嘛是爱豆豆呢，家己去要求家己，所以伊搭过来讲身地有气，性命，咱身地呢爱有气。所以，咱为做出呢，咱讲身地甲无乱，自性大定，身地要达到迄个无乱。常常时啊呢，人嘛小可讲几句啊迄个呢就要来调，所以我讲迄个无乱呢的境界。也佫是就做发达，所以呢，对车这两点呢，所以先受代志。伊所讲的“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义；诸情依义，名为定”。所以呢，伊所讲的，这当是一个迄个代志。所以迄个，你做会到是一个大成人了，所以你后壁即句咱袂用做书的讲，身地无非自性大，身地无气自性微，身地无乱自性定。所以呢，咱来当做到这几句呢，咱呢每一个家己之外呢。可能后我拢做到一步呢，就是拢排满性质，所以拢无法呢，因为脑筋要将这个性质的迄个经典的解说咱学问解说，所以咱无法呢，无够强，照个是迄个公分。这种大平班的成立，咱大平班到
到即个哪有几6单啊吼，还是遮侪单吼。到遮有时候就有点惊，咱呢直接来练习咱的滚滚吼，250多页。我先为滚滚念一遍吼，记行天灵即则批，需求常请，不言来处时，周书不可久观。因有的花之人，将在初回，即行即出礼拜，固定之事，此外逆将传来应是世宗。对外不是，此外亦不是；对外未说即是，说了不是。此外逆书就为是将，对外上机会来上自身关键。上座不忘，此外自身关键是病为常，上座不心以理合应，听我疑惑，醒来则不忘，死去忘不得。一枯草不逃，何为明光者？继行在台湾，地主在秀台手处，学得九年，不得退伍，英文和尚一说。地客不生，地主生数时代，和尚大慈敬为教师。此外，我闻秘书教师学人改定规划，理性秘书所改定为形象如何？我说看，前月秀大师说，自恶合作名为干，自善和平名为非。自正义义名为定，戏说如此，理性和尚以合法为云。此外，我言有法不仁，即为公义，但随风改报，假令三昧。如你师所说改定规，是不可思议也。我所见改定规别，即是话改定规即项工作如何定别？此外，秘书改定规接大新人，我改定规接最顺新人，我改不同皆有地真。你听我说，一屁同我所说法不离自信，离体说法认为上说，自信相离，随你一切办法改成自信起用，是真改定法，听我疑惑。心地无非自清定，心地无起自清慧，心地无乱自清定，不增不减，不增不减自定风，心去心来本当来，心闻去，非下难听一句话，我闻万心缓和休息，挥处真如，法法不绝，殊言之。到家了。我用这呢，几段来为大家做呈现呢。这是我迄个心得啊吼。咱你头一段讲记性呢，领了着先生大师的命令哦，来到座溪拜见了佛祖。记性呢，伊来到座溪呢，也无讲第二个来厝。迄时阵呢，祖师呢就来将甲伊讲哦，讲今仔日呢有一个道法的人哦，你在即个处会当中，记性呢听了就怎咧讲呢？就出来礼拜吼，伊就讲出迄个先生大师交代伊来遮听法的代志吼，所以。叫做听了人知影讲吼，安尼就是对药泉师来的，安尼应该就是一个世俗啦吼，讲应该是干涉啦吼。所以亲像啊，讲迄种唔是呢，因为老师就甲我，迄个老师就甲我讲啊，他会讲唔是，伊也讲，伊也袂讲时阵就是是吼，啊讲了就唔是。即样呢来讲就讲。
但是讲着讲，虽然呢，亲像来到遮呢，无讲来到做客无讲啥物路点吼，但是呢，着做呢，受到一个受到经营性变成的人呢，就是咱过去讲啦，受到经营性变成时阵，拢会当有为了玉石啦吼，玉土啦吼，玉土。有即个代志呢，咱讲拢有小可就知影讲，看者就知影讲迄代志来龙去脉吼，所以，所以伊即点呢，咱看了讲，会当看出讲继承呢。伊呢，互咱感觉着讲伊的信息的重要吼，而且呢，咱在修行的过程中，嘛是讲爱信息啦吼，信息，咱若有办了过身吼，无要紧，毋过千万一定爱知影勇敢行为吼。所以，在咱种咧修行的路呢，咱较会较好行吼。在第二段呢，就是讲。着做呢来讲，秘书有义和时中吼，对外上指挥大众自身关键中做不毛，使我自身关键是并非常相责，负心毅力合一，行无意外，生来做不毛，死去毛不成，一句草不逃，何为功课？在这段呢是着做大师呢杨志成。所回答的建议吼，拢自身关键中做不毛，着做对即部分做一款的解说哦，也是要看当时也是咧看讲当时新秀大师给伊修正法的风度的一种的法则啦吼。咱现在看一段对话的语言呢，需要做大师讲所讲的自身关键是并非常。咱会使用今仔日即句一个看定了讲修的法门吼，因为呢，在前几件，咱着做大师嘛，咱自己过讲要贵贱嘛吼，会当治病就是重要嘛，伊讲百无落下，应机即义嘛，所以着做大师，伊讲自身关键是并非常。伊就是咧针对当时新秀大师所修持的观点，伊的法门讲，由咱前一页吼，伊所讲的内容，咱来当知影讲，当时新秀大师的门徒拢介认定，因家己所修持的法门，才是上善的法门。伊是来坚持了着做大师的法门，所以呢，着做呢。就是咧，看了这种自身关键中做不毛的法，希望呢当时的修行者呢会当明白，这个法门呢，其实伊是究竟法，假使若即位伫即个处法呢，会当人心变成，连倒来呢，互即个囝呢来害了即个酒呢。但是咱现在人呢，咱袂当用着做所讲的自身关键是病，违反了着即个法门。因为着做伊所处理的呢，是针对当时有即种病态的人讲的法律。而咱现在人呢，假使若有即款的病，当然咱就会当食即款的药啊。所以呢，所以咱若以咱现在人呢来讲呢。人讲吼，心如丸啊，讲咱的心就是遮大丸。而咱的道呢，咱拢讲道72件呢，一头呢是做一万8千里吼。咱道的心就是遮尔的道，所以呢，着爱呢有地心修静的功夫。但呢，要坐禅呢，但是呢，讲着要做禅啊，讲是坐禅，做禅讲。咱若咧修的禅呢，着爱修外禅吼，毋是着要坐款乌坐的禅吼。那安尼呢，着
颠倒咱个人讲吼，无采讲咱有得着种100，咱100体吼。所以来第3段呢，讲至诚再拜烦恼，地主在世来生存呢，学道修炼不顶客哦。经文和尚一说，连客本身，地主生死出代和尚大慈，万为教士，此外我文秘书教士学人界定律法，理性秘书所界定规行相如何？五我所谈，生活此代此说，自我国族为为界，众邪奉行名为会，自今以定为定，必说如此理性和尚以合法为人。此外，我了研究法不明即为奉命。但请随公解法，假定三昧，如秘书所说，界定为是不可思议。我所见界定为别，至诚法界定为只下一种，如何辨别？此外，秘书界定为接待成理。我所说法，我界定为接上成理。我解读见有直接，你听我说。以片同我所说法不离自性，离体说法名为相说，自性相离事，伫一切万法，该将自性起用，是真解定为听我是话，心地非自性来，心地如此自性为，心地无乱自性定，不增不减自定讲，心来心去不好的。这呢，在这一段呢，就是以个界定会为主题。新式大师的界定规范呢，是咱一般时常听着人咧讲，也是咱在成册中拢听有看到尤其呢，在你着上师的讲内底着讲着讲了着上师到第4堂中，伊着讲着即句讲。自恶莫作，众生奉行嘛。但是呢，啥物是自恶莫作呢？在咱一般世俗的人，念头呢，大概拢会认为讲，杀人放火啦偷抢才是恶啦但呢，在咱的修行的规范内底我放呢就来分3种啦第一呢，讲杀人放火这是大恶嘛，这咱嘛拢知影第二呢，偷盗抢是中恶嘛。第3呢，偷窃妄言绮语、养失恶口，这就是小恶嘛。第1种的杀人放火，这个属于痴念头内底嘛。伊讲偷盗抢是偷嘛，所以伊在口业养失。所以呢，咱若家小可来想一下啦咱现在是毋是会当讲是自恶莫作？因为咱在咱所想咱自恶莫作，就讲杀人放火咱嘛无啊，偷盗抢咱嘛一定是无啊。毋过在即种口业内底可能大家拢认为是小的啦。可能拢较袂去觉着，所以呢，咱在成册中也是经典中拢有时常看着听着两首偈语伊讲咱若讲行恶的人呢，就亲像咧外岛之鸟嘛，虽不见其害，日有所损；行善之人嘛，如春之草虽不见其种，日有所种。我着讲恶道恶小而为自然恶说善小而不为人。而恶的界限呢，咱拢听说恶的界限到底是毋对？所以呢，在《无常地本》内底，本是伊的本义内底有讲啥物叫做恶呢？损人利己就是恶。咱家想看咩啊？
咱啥物时阵做代志是无离体的，莫讲损人啦，讲离体就好啦，可能足多，真正足多。所以，咱拢知影讲善恶的相对，就是恶，咱也知影讲恶道对发明善。而免呢自善奉行呢，就必须要呢尽其意嘛。即讲起讲自善奉行，伊讲自恶恶作，自善奉行，自尽其意。其实这是一体性的。啊，使咱的念头亲像的话，我相信绝对无迄个恶头，迄个念头啦，一定代表是善的。所以咱对家己的信念呢，咱拢爱时常做一种的思维咱若想一个，若讲做恶犯罪的，你着讲好个人，敢伊的信念敢会真真？我相信家己会真。就到你安尼讲，一个咧讲一句袂使的话，伊大体爱你讲100句话的原版无对，共款是迄个意思。伊大体一直敢成就。咱对新时代所的这一首的电影呢，若讲学文联想而且呢，着做大师，若对了这首的概念，有若讲咧不可思议，而且呢，嘛是在对大圣人的反问，但呢，重要呢是奉行如富真理，顶回在咱的前站班讲过，伊讲先传伊先传咱呢，其实在修行的路上呢是爱落实清化，所以讲着讲落实清化的重要性，并毋是讲在文字看经典上安看安尼讲话，只是爱咱有实际来表现出来。而着做所讲的界定会呢，是针对着上天气讲的，啥物是上天气的人呢？咱来讲有修持合适而得来对办法拢会当贯通，无直接伊着家己内心的市的反应。如志成伊虽然在秀大师的所在呢，伊学到有9年，9年来修心养性呢，伊讲是而变下来真好的成经验啦。所以听完着做的界定会呢，咱动下就开幕所以讲伊将自性起用呢，才当了发自己的生死大事。伊着做的界定规范呢，讲心地无非自性界，心地无起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咱看呢，就在3句的语语的开，拢爱先写心地为开头。咱呢爱必须爱了解咱心地的重要性。咱知影呢，地是万物生长的重要天地，而咱呢本身每一个人的心地呢，拢是神仙造物一直生众生的一个因地。所以过去修行的生物，伊嘛是拢爱用出心地去修行。而咱现在，咱现在的做众生，也是咱过去的心地而来做的，所以咱现在这世界较做这世众生。所以讲心地是诸佛众生的因地。所以咱爱必须呢对着这个心这个源头呢来下手。伊讲身受此的界定会呢，是在形上的修持嘛。六组的界定会呢，就是直接东海点彩了，讲点彩了自性嘛。讲为何讲伊的界定会法呢，甲亲像大师的无共呢？因为一个呢是对外口较对内底出来，就讲咱一般讲有违法，一个呢是直接对内心起用所以咱讲迄个是违法。讲身地无非，讲身地无非自性界呢，较比像咱一个咧做田的人伊呢，伊咧做咧耕种这土地，
必须呢爱照顾着这土地呢，防止呢这土地吼，会当生杂草。而呢要使这土地呢会当生莫要生杂草呢，咱就必须要爱有一个方法吼。咱在咧无要互生草的时阵，就是人讲草生出来就是咱第一就是喷草药啦，第二就是除草，第三就是你用手去甲抠。你若想即几工甲阮干生哦，拢去伫咧抠草，抠就是无听。所以呢，所以是咧讲这个方法呢，可比呢，咱咧学习共款的道理。咱必须呢，爱有学着，咱必须爱有学法，咱使咱的身体恢复本质，恢复得了伊本来足足的自信。有是非曲折之量，所以较亲近自信感。讲心地不欺自信慧啊！咱每一个人的心，若存有痴念即是呢无明做主嘛，无智慧，无放光自食的能力，随着恶因缘轮回无停嘛。所以在学习，所以必须要来学习办法，来认道理，了解。来听道理呢，了解咱自信是无离万法，离万法嘛无离开咱的自信。所以一切办法是要互咱会当明白道完，咱会明白了咱的自信，而除了无知呢，显现咱的智慧，所以讲是自信慧。心地无乱，自信地呢无乱，即是呢心地清净嘛。无讲念啊，对任何的人事物境呢，伊拢会当去接受，但呢，伊袂去想着这人事物境呢，是破坏了伊内心的清净。可比一个例啦我讲一个例，就讲，可比讲，咱若拍迄个瀑布，咱若拍迄个瀑布，伊要直接下来即个地底湖中的时阵，是毋是亲像迄千军万马咧走安尼？那啥呢？咱讲安尼足雄壮安尼，但是呢，当伊入去环咧走来讲足紧的时阵，等伊活来到湖中的时阵，听起来伊安怎？伊会回归了平静，伊会回归了平静。就亲像咱的身体呢，当有着诸事因缘呢，咱爱会晓去释怀。要咱去释怀，就是爱依着咱的情理。以真理来启发咱的身体，来达到着非常困难的清明自信的。用不争不灭自金刚，不争不减自金刚，心起心来本善来。在金刚经内底，就甲咱讲着讲，咱的自信呢是在还不减，在是不争，而咱这个自信呢，嘛亲像。金刚迄一款袂当受着摧毁，即个毁坏就算讲咱经过了6万年来的轮回呢，即个自信同款是无变。咱较